當係一定超嚟嘅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確好勁走甩咗少少咯喎，中間拍住嚟到有觀眾之力啊！呢個時候綠野飛馳上緊嚟啊，外邊位置追仲有非凡浩傑，最出藍衫係一定超，馬林中間仲有大浪淘田啊，最後百零米綠野飛馳透出咗，外邊追緊佢，非凡浩傑有機會過埋佢，後邊嘅馬仲有大浪淘田出邊一定超，接近終點，非凡浩傑贏出呢場賽事，綠野飛馳第二，第三名呢。大浪淘田有機會有嘅，但係唔夠位啊！呢個時候外邊一定超上咗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轉過嚟啊，咁啊沙田非凡浩傑力壓綠野飛馳啊，一定超就第三、第四名大浪淘田。好啦，轉嚟沙田一樣冇問題啦，非凡浩傑爆冷贏馬，第二名綠野飛馳，第三呢沿途都好蝕位啊，一定超，第四呢都冇網空啊，末段大浪淘田。不過咧，呢四匹咧都係臨場都飛數方面好有動態嘅馬匹嚟嘅。非凡浩傑33倍喎，唔係好多動態嘅喎。位置飛啊！位置飛有啊！